吃面、吃饭还是吃牛排？啊，到底要吃鸡腿饭还是海鲜面？牛排好像也不错哎，都好想吃哦。不然问海蒂好了。我啊，爱生马给青菜。爱是马给青菜。没错。爱生马给就是问人家要吃什么的意思。爱生马给。如果你没有拿定主意，还不知道要怎么回答的话，就可以回答青菜。青菜就是随便，青菜。现在我们一起练习一遍哦。爱生马给，爱是马给青菜，青菜。都。不然我们吃牛排好啦。走得走。等等，回来，我们还是不要吃牛排好了啦。我最近牙齿痛，后面那个臼齿啊，我都不敢咬硬的东西了。后面臼齿，那你就用门牙咬啊。门牙？不行吧？为什么不行？当然不行啊，因为门牙跟臼齿长得不一样啊。对耶，不是，为什么每颗牙齿都长得不一样啊？哦，因为啊，每一种牙齿啊都有它自己的功用哦。我是门牙，我的功能像是剪刀。食物来的时候，我是第一个关卡，负责切割食物。我是犬齿，吃肉的时候选我就对了。我就像一把钳子，最会撕裂食物。我是臼齿，如果食物太大块的话，我的任务是将食物磨碎。我切，我切，我切，我撕，我磨，细嚼慢咽最健康。门牙像剪刀，犬齿尖尖的，臼齿像个大平台，每一种牙齿啊都有不同的功用哦。哦，原来牙齿在我们吃东西的时候也会分工合作。没错，牙齿啊除了吃东西之外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用。我知道，是不是说话啊？你亮亮真聪明耶！牙齿啊可以帮助我们说话的咬字。那请问一下，用客家话来说，你要吃什么该怎么说嘞？爱是马给。不是，那刚刚教的随便要怎么说啊？青菜。那到底爱是马给？爱生马给都可以啦，赶快决定就好了。肚脐耶。那你们快决定啊！你快决定啊！我就是决定不了啊。我也想说决定不了，那不是。他自己先去吃了。